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听这个气象的报告。梅雨的方面加上西南气流，这个暴雨是环扫着中南部地区，包括台中、云林、嘉义、甲高雄，拢出现着可能造成灾害的雨等级的雨势。全台湾上大时雨量出现伫高雄，有82毫米相当的惊人。中央气象局讲，一直到拜五，各地拢有机会拼超大雨。 尤其是山区，要注意地灾性的雨要一直到周末，雨才会较停。大雨落袂停，中华连路拢引起乌多摆拢浸水。不过，这个梅雨方面也未煞。气象局表示讲，今仔日方面山对南平，主要落雨热点伫南台湾。为今仔日透早到早起6点，累积雨量分布图就会使看出，雨量集中伫西半部甲中南部。 气象局今仔日针对台中、中华南投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发布大雨的特报，中南部的山区恐惊会出现造成灾情的大雨。北台湾的雨势会较肥，气象局嘛提醒讲，这部方面影响台湾上界严重的时间是为11日透早到12日日时，以及拜四、拜五，因为拜四甲拜五方面要伫高高甜。 从为南平刷到北平，又搁为北平刷到南平，伫台湾的天顶安尼射来射去，爱射日会落大雨。气象局估计11到143天总雨量，南投山区上悬会使到800 mm， 估计爱到周末梅雨方面才会刷到巴士海峡。不过南台湾同款有短暂的雷阵雨，也是较大的雨势，其他地区落雨情形会较回，变成局部阵雨。总共一句，这礼拜雨线拢爱传落好。